喂，要唔要去網吧玩下？要打波啊，唔得閒。挑，咁搵第個咯。我冇辦法理解佢哋點解可以過得咁自由自在。唔知幾時開始，我就一直喺電腦面前做嘢，唯一嘅娛樂得返深夜打開嘅動畫。真是地獄啊！熬過了多少多少血淚般的訓練，做出了成績，養活了家人，淪落到你反手無力，正手不精，腳步鬆散，反應遲鈍，沒一個動作像樣。就你還想跟我同台較量嗎？做你的美夢！為什麼要來到這麼個邊緣的小島國？唔知從幾時開始，憤怒和不甘成為創作嘅動力。係從自由接案，需要一個人俾屋租，定係喺攞起支筆嗰一刻，定係意識到呢個場賭局嘅時候，一切嘅憤怒與不甘，其實早就毫無意義。從一開始你就知自己毫無退路，從搭上飛機開始，你就已經意識到你必須要足夠優秀，必須足夠自傲，必須足夠努力，先可以欺騙到自己，相信自己係特別。不甘淪為平庸嘅掙扎，卸不下嘅憧憬，僅留下次。